若要讲台湾的诈骗，就一定会讲到王琦这个少年呢。伊伫16岁未成年的时阵，就甲当时的总统陈水扁骗上门替伊算命，因为安尼有一个外号骗扁啊少年。毋那安尼，当时伊阁用9种的假身份四界去骗。伫过去这10年来，一寡名人大头家是互骗甲戆戆死。王琦的骗术会当讲是一部台湾版的《神鬼交锋》。 这样根本看不到路啊！大家，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天才中的天才吧。为什么要诈骗呢？对我所说起来不真实的话，那致上一个非常深的歉意。每一摆出现，拢甲诈骗案为着文书案件有关系。过去11年，媒体的注意，因为被骗过的人有够多。可能这个少年人王琦的诈骗历史上大块受骗者，就是伊。阿扁也算什么？ 死神牌，或者是他，或者是说他有没有，他抽到了什么牌，这部分都是我没有办法去透露任何消息出来的。用塔罗牌算命，将当时阿扁总统拢骗上门，搁找喇嘛替阿扁加持，就算是一场骗局，王琦同款搬甲有够自然，这时阵伊才16岁尔。都是误会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不，你们大家让我过嘛，好不好？ 因朋友所讲的天才王琦，为14岁开始就假音乐总监、杂志的副总编，以假身份、假年龄、假学历四假骗。对于浪费社会资源，对于我做错的事情，对于我所说起来不真实的话，那致上一个非常深的歉意。比方为骗骗少年了后，王琦的知名度加真悬。没有，这纯粹是来厘清一件事情而已。 2009年3月份，王琦伊阁冒充国民党立委第2轮的女助理，摕假公文调资料办手机啊。他不要到最后变成是所有全台湾认识他的人都变成拒绝往来户。 2010年6月份，王琦摕一个假选照骗这个米家师几百万，也过更较大的骗局伫后壁。这样一共骗了多少钱？2010年5月份，王琦用变做身份证，冒用鼎盛集团的小董为风还的名义，办一张上顶级的乌卡，逾600几万。连银行的审核机制拢骗得过，嘛莫怪这个何丽玲，拄到王琦的时，拢会骗甲戆戆死。就拿出他的名片，是印着呢，味全董事长特别助理。 事实上，他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有教养、有礼貌的，让你感觉他不是个骗子，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。回想起来呢，他整个的过程呢，细节都非常的缜密。王琦用鼎盛小董魏风环的身份，到何丽玲开的医美诊所去消费，甲伊博感情，佮佮请教要安怎投资，找机会带人佮伊做伙到高雄去看厝，利用何丽玲的知名度出信被害人，这一骗将近200万。 这一次，他因为涉嫌冒用鼎新集团少董身份，被检察官以诈欺、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。为未成年骗到满20岁，这声黄旗爱红掠去关啊，被判刑6冬，入去关4冬了后，想要到假释出来，伊原价袂乖。2016年开始，冒用国泰集团的第3代，又讲是林青霞的助理，骗饭店甲拍折，可用行动支付，甚至假讲是艺人张清芳因翁的秘书，诈骗机会商拍折，连车商嘛会骗去，免费会试驶400多万的车。非在冒充名人。 黄旗的诈骗术为14岁开始，搬13冬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用无同款的身份甲面貌出现。无论是长头毛、低头毛，啥也是大颗的。无变的是，伊精心设计每一场的骗局。就算最近伊出现伫媒体前，伊这款模样强要互人认袂出来。也毋过，这敢会是伊用做另外一种的骗术？连法官拢真谨慎，因为回顾黄旗的诈骗术，应该是一出台湾版的《神鬼交锋》的电影。